在為會在修法了後，即馬6都加起來，今年這經費是增加要2000億。即馬年底選舉就要到啊，所以有民間團體呢是開記者會，希望講這6都的候選人會當提出具體的公共政策，好好運用人民所納的稅金。真濟少年人會怨嘆講，即馬的厝價甲厝稅愈來愈貴，今年托育的資源不足，佮加上薪水低、勞動條件無夠好，所以唔敢結婚、唔敢生囝。有兵團就指出，這個問題其實攏是相牽連的，應該要規個來做考慮，提出整體的政策，別當去分開來思考。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托育的環境，它勢必會造成更多的人必須要留在家裡，變成是一個照顧勞動力。那這樣的一個收入減少，勢必直接會衝擊到他應有的合理的居住品質。拜三有勞工、托育甲社會主體的民團做伙召開記者會，因表示，自從財委法修法了後，地方政府的財源是增加真濟，尤其是6都加起來，今年就增加要2000億。若年底的選舉就要到啊，民團呼籲6都的參選人應該要針對勞動的條件、公共的托育甲社會主體這3方面，提出具體的政見，讓民眾了解。除了台北跟桃園之外，其他市都就是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他們的薪資水準甚至是比全國平均更低的。2022年到2024年，6都的職災死亡人數達到456人，其實就已經超過全國職災死亡人數的1半以上。在錢、在土地、在營運等管，攏會當有對社會主體提出一定的看法。現在35歲的這些幼兒園空間要向下轉型，變成公立幼兒園或是非營利幼兒園的2歲幼幼專班，或者是變成0到2歲的公共托嬰中心。兵團講，在年底選舉進前，因會開始拜訪6都的參選人，希望參選人會當提出具體、長期性、制度化的公共政策，未來也會持續監督。記者郭友基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